等因为27号点起一口气增加一个家庭8人的确诊，所以市长委托率领市府团队除了关心个案，曾经去过果菜市场所进行的清洁消毒，嘛再用新设立的社区筛检站，呼吁该个案共一个理邻的居民，然后高度接触，也是市场的摊商等业者拢当进行筛检。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一次台南的好几次的疫情，都有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人有跟市场，或者是包括零售市场或者是果菜市场有一定程度的相关，那所以说我们特别着重在市场的防范上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努力的希望达成。那总之这个安南的这个案子，希望说如果没有再出现其他的扩大的现象的话，希望这个事情只是家族内。那我们再次诚挚的呼吁，那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或家人身体不舒服的话，赶快去做筛检，因为像这次已经拖了2个多礼拜，拖了15天，如果能早期发现，就能早期治疗，早期发现、早期筛检确诊了之后早期治疗，这样子会比这个拖了很久，让家族的人这个造成一堆染疫的这样子。坦白讲，对自己、对家人都不是很好。市府在此呼吁市府提供筛检站一定要好好运用，对民众只要怀疑家己有甲确诊者有接触，或者是同一时间曾经去过这个家庭成员所去的所在，就要赶紧去筛检，包括全联、台南北安店、北安黄昏市场、安南区果菜市场、成功路茶的魔手等所在。卫生局嘛进一步强调，因为该家庭群聚的个案，市府已经扩大筛检社区19户41位的 PCR 检测，结果拢是阴性。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